同樣報刊認可，同樣報刊效果，卻只需1/10紙質報刊的價格便可做到，無需額外排版，省時、省預算、高效率。才華網作為香港政府指定的法定通告刊載平台，以其高效、便捷、省時的特性，成為眾多企業和個人發佈法定公告的首選。在這裏，你可以享受到與知名報刊同等的服務效果，卻只需支付更低的費用，無需額外排版，讓你的公告迅速觸達。才華網法定公告欄服務亮點： 1. 價格親民，相較於傳統報刊，才華網提供更為經濟實惠的價格，讓你以更低的成本實現高效的公告發佈。 2. 流程簡化，無需繁瑣的排版流程，一鍵上傳，輕鬆發佈。我們的專業團隊將確保你的公告準確無誤地呈現在公眾面前。 3. 資質齊全，才華網作為政府指定平台，正式登記成為本地註冊之中英文報章平台，可用作刊登各類型認可公告。參考法例認證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第268章、公司條例第32章、保險公司條例第41章及業務轉讓債權人保障條例第49章。收費詳情：為了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，我們提供2種套餐選擇。A 餐2000元單一語言， B 餐3500元中英文。服務流程： 1. 下載並填寫服務訂單表格，請點擊下方按鈕下載並填寫服務訂單表格。 2. 提供相關資質文件，根據表格內容提供相關主體的資質文件副本，發送至 notice@finex.com/hk。 3. 跟進合約及付款流程，我們的工作人員將會與你聯繫，跟進合約及付款流程。 4. 發佈前確認，在發佈前，我們將與客戶再次確認發佈信息，確保無誤。關鍵時間節點，為確保法定公告的準時發佈，請於預計發佈日期的前1個工作日16點前完成付款操作並提供支付憑證。我們將嚴格按照時間節點為你處理發佈事宜。聯繫我們，如有任何疑問或需要進一步了解詳情，請隨時通過以下方式與我們聯繫：電話852-2153-7241，傳真852-2110-0186，電郵 mail to notice@finex.com/hk， WhatsApp Business 852-9343-8625。才華網讓你的法定公告發佈更高效、更便捷。